今年6月，政府更換港九新界辦公室飲用水嘅供應商音鼎鑫商貿有限公司中標，供應商聲稱由樂伯是廣東生產嘅音樂觀音山飲用水，但被揭發係冒牌水。各界質疑政府部門把關不力，連最基本嘅盡職調查都冇做好。調查經驗豐富嘅前警司陳順瑜，而家喺私人機構從事打假調查等嘅工作。佢認為，假如當局有做盡職嘅調查，冒牌水事件根本唔會發生。未同佢合作過嘅，咁你間公司實際上佢係做啲咩嘅咧？佢背景係啲咩嘢咧？佢個財務狀況係點咧？係嘛？佢本身呢間公司嗰個聲譽係點樣嘅？咁呢啲咪可以去做咯。咁你如果講翻啲水呢個事件咧，咁譬如話呢個盡職調查咧有好多個層次嘅，有啲最簡單嘅，譬如就係 check 一啲文件可以 check 到嘅嘢，啲 open sources， 例如做呢個公司註冊登記嘅 com search 啊，或者佢有冇破產記錄啊，有冇俾人哋告過啊。咁喺呢單水嘅事件咧，我覺得如果佢哋已經係最基本做嘅第一陣咧，都唔會領嘢嘅。2020年開始咧，佢係冇業務嘅，咁但係佢搏一聲2024年咧又有翻業務啦，咁又通知翻。咁佢跟住咧就好快咧就 engage 喺呢單嘢嗰度。如果你係個用家或者買家，或者你係政府啲官員，你會點樣咧？係咪會已經有個少少 hesitation？ 喂，大佬，佢停咗幾年冇做生意，跟住呢幾年佢做緊咩冇人知嚇。突然間佢話走嚟去買要物流嗰度要購買一啲嘢，咁你已經覺得有問題啦。陳順瑜話：公司查冊只係最基本，如果再深入調查，可以查看公司嘅年報，曾否被刑事同民事控告等等。咁樣政府部門點解會漏招呢？唯一我諗就係佢哋真係啲官僚，即係諗住即係做少啲，唔使煩，即係懶得就懶咁樣。唯一解釋係咁樣嘅啫。同樣曾經任職警隊，長期專責調查國際品牌假冒侵權案嘅陳永倫律師亦都認為，政府部門未有查證嘅做法好奇怪。我就唔係好明點解，即係當時政府即係某啲部門啦，面對一個咁大嘅採購，竟然咧就冇乜做呢啲工作嘅喎。咁我估咧就不外乎都係公務員嘅嗰啲心態，呢啲工作又唔係自己出錢嘅，咁求其啦。即係我諗係覺得佢哋懶。第二咧就係缺乏常識。第三咧就係即係佢覺得呢啲係無關痛癢嘅，呢啲唔係咩大不了嘅事。另一方面，曾經任職海關助理關長嘅大律師何士景就指出，音鼎鑫向政府提供嘅飲用水，除咗涉嫌侵權，亦都涉嫌附有虛假嘅製造商資料，誤導咗消費者，值得關注。你如果係對呢個知名品牌係有信心嘅，咁你梗係想用佢嘅產品啦。咁但係實際上咧，嗰啲產品唔係從呢個知名品牌裏邊咧生產、檢測同埋提供俾你嘅。咁嘅時候咧，咁對消費者嗰個即係信心啊，或者係對消費者佢使用呢啲飲用水嘅時候嗰個即係心理啊，都係會好大影響咯。